各位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仔日9月23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一开始，咱来关心行政院伫昨昏有公布要开放边境的措施，会分2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对9月29开始，一礼拜的入境人数会增加到6万人次。若入境了后，用喙瘾做快筛，会改做用家用快筛试剂就会用的。如果疫情是继续稳定，安尼按算就会实施第2阶段放令。伫10月13开始，入境就会唔免隔离，改做0+7，卖开放旅游团来台湾佚佗。等将近3年，国门总算要开放啊！行政院议会宣布，边境分2阶段开放。第一阶段为9月29开始，入境人数上限调升到每礼拜6万人，入境检疫3+4，全程改做1人1间，搁取消机场喙瘾 PCR 检验，改发4支快筛剂，并全面恢复互费免签证。观察1礼拜了后，若做疫情稳定，预定10月13入境人数搁调升到15万人，并实施入境免隔离，改用0+7新制。无证头的人会当坐大众运输，非免签国会开放一般社会访问甲观光，并取消限团令，开放旅行团入境。要因应说我们有观光客进来，那如果不能用餐的话，这些是会造成很大的不便，那就比较没有实质开放，但是也有相对应的这个管制了。对于国门开放，旅游业表示真赞成，不过希望有相关配套，亲像加强国际行销，争取外国旅客来台湾，也建议比照日本推出针对新冠肺炎旅游的健康保险，让旅客当安心佚佗。如果你在日本旅行期间有确诊的话，它的相关的医药费用、善后的相关的费用呢，会有日本这个1000万日币的旅行健康保险呢来指引。政府通知0+7，且就是我做好防疫措施的话，我觉得相信旅游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幅度大概会成长30%左右。王必先讲，咱国为9月12开始开放66个国家互费免签，两方是毋是会继续交流，会由陆委会来评估。各部会依照职权甲实际状况，看是毋是对等开放。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转啊，咱国来关心疫情。咱国内昨昏是新增加42212个本土病例，中重症有275例，死亡个案59例。另外，指挥中心已经宣布边境放令措施，也毋过针对挂喙암这个问题，指挥官王必胜伊是强调讲，考虑秋冬有流感，所以强制挂喙암的规定会继续到年底。新冠本土连续3天超过4万例，不过甲顶礼拜四同期比起来下降6.8%。日礼拜四新增加42212例本土病例，中重症有275例，死亡有59例。重症个案内底有一个15岁少女无慢性病史，嘛无做过疫苗。9月16快筛阳性确诊，隔天伫厝内刷分期，送医急救检查发现是脑出血，好亲像头部外伤引起的。紧急开刀手术了后，病况有较好，预定22转到一般病房。累计12至18岁青少年重症有15例，可能是跟这个外伤有关哈，那所以目前是把它列在新冠相关的重症个案，不过会归类在这个共病所引起的这个部分。本土疫情持续降温，边境开放上紧后个月13就要实施。民众关心最后禁令是毋是会当解除？指挥官王必胜表示，最后禁令加0+7检疫新制无牵连，国内最后禁令至少要维持到年底。这波疫情之后，我们可能会进入一个社区低度流行的一个状态。那社区低度流行的状态可能会持续到年底。那每一天能够会确诊的数量，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估计。但是我们不希望说，因为这个口罩的这个解除，那又让这个疫情再起来。王必胜讲，各国拢有喙암相关规定，只是强度无同。以美国来讲，民众会当选挂还是唔挂喙암，不过坐大众运输还是中高传播风险区，民众若是重症，伫室内也是爱挂喙암。新加坡喙암政策是分做室内甲室外，这拢会列入咱国做参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同齐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是秋分，今仔日东北风嘛增强，温度拢会下降。早起上低温是出现伫桃园，敢若16度1。各地今仔日的低温嘛落到20度左右，尤其是爱说日是暗时温差较大，差要10度。咱先来看温度。受东北风的影响，各地低温大约是20度至23度。今仔早起上低温出现伫桃园，敢若16度1。今日日时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高温有31度至33度。日时暗时温差较大，差要10度。过昼伫南部、中部有可能会落地暂雨。
下暗到礼拜四啊，水汽会增加，北部、东半部可能会落雨。若伫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甲东北部，雨拢会落较粗。另外，目前伫太平洋海面上有2个热带性的低气压，按算伫今仔日2个拢会结做风台，也毋过看起来对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918大地震过后，华东的铁路断去，经过代替修理，日的时是先恢复花莲到凤林、富里到台东之间的火车，也毋过凤林到富里的铁路也未修理好势，这一段即马也是爱靠巴士来接送。日代替开河东线铁路部分路段通车，早起6点，花莲开出第一班往南通行到凤林的电联车，坐车的民众无多，可能也有真侪民众唔知影已经有火车通啊坐。也毋过要为花莲坐车落南的民众讲，安尼也是真无方便。要花在车程的时间只要2个小时，现在多1倍。6点差不多40到，然后要等到7点20才有再接驳车。台东透早6点也开出台东了后，第一班电联车会当通行到富里，也毋过坐车的旅客也无多，大部分拢是通勤族。即马台东段各车站拢开放啊，也方便增加民众来往市区。可以在可以上班的时间内赶到上班地点。东部铁路受创，经过抢修，代替先恢复行驶花莲到凤林，以及富里到台东之间的列车，平均的班期是50至60分钟。专车客运也继续开，也毋过凤林甲富里之间铁路还未修复，也是爱靠公路客运代替。要到富里以北的旅客，我们还是建议旅客坐我们的类火车。我们有开直达车跟半直达车。花莲运务段表示，月底可能会抢通凤林甲富里段，到时阵会搁做列车的调整。也毋过，东部民众也是希望代替最近会当提供搁较紧、搁较便利的列车，缩短坐车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大地震影响东部的铁路，民航局即马是赶紧协调航空公司，讲9月23到9月26，逐工拢会加一个飞行机班，而且会改派较大只的飞行机，会当增加720个位，要来消套台北来回东部的旅客。台湾东部的交通因为地震受到严重的破坏，除了以类火车接送旅客以外，民航局嘛直接立营航空甲华信航空，要增加飞行机的航班来消套一寡人潮。在这个周末，因为周末的那个需求也比较高，那我们也协调华信跟立荣航空，从这个礼拜5到下个礼拜1，可以再提供720个座位。那对于有需求往来，就是台北跟台东的这个旅客的话，就是民众可以上华信跟立荣航空的网站去订购机票。来回台北甲台东，民众伫交通方面会当加一寡选择，而且为着要提高载客的量，航空公司嘛改配较大型的飞行机。针对这项应变措施，旅客的看法是：多增加班次，我觉得很方便，就可以缩短很多时间到台东。真好啊，方便，迄个旅客会当去花莲、台东啊。机台生活会当量早恢复正常，民航局希望这项应变措施会当帮助东部的旅客度过这段交通的黑暗期。记者麦尚银曾派文台北报道。世界乡亲同齐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国际民航组织 ICAO 第41届大会9月27要伫加拿大开会。咱台湾捌伫2013年以特邀贵宾的身份去参加年会，也毋过今年到今，咱拢还未收到邀请。咱外交部是表示，政府会继续争取到最后一刻。来看联合报，立法院新的会期伫今仔日会开始，行政院长苏贞昌会做施政报告。国民党针对政府防疫失功能，也搁以放下受害救济慢吞吞做理由，已经放掉讲会阻碍技术，要求政府爱先回失礼。哪里的党团嘛拢有发出加急的动员令。时代力量甲民众党是呼吁讲，莫用主动的直接对决接顺苏贞昌。来关心《中国时报》，27岁中共籍一个姓张的查甫人，去年9月份，竟然是日本律师，伫高铁、台铁、台中捷运在网站有留话有恐吓讲，伊要放炸弹，嘛有寄恐吓批去一寡政府机关。经过分析，用字用语的习惯、犯案的手法，认定讲应该拢是同一个人。即马嘛锁定讲，伊伫去年7月份已经离开台湾。这个姓张的查甫人，伊涉嫌28案件，即马咱政府已经对伊发布通缉。
来关心美国的联准会宣布要调悬利息，咱的央行伫昨下晡嘛宣布要对利升半码，对1.5%升悬到1.625%，这嘛是今年央行第3届宣布调悬利息。就伫美国联准会宣布起利率3码了后，中央银行的理监事会议经过3点5钟的讨论，决定要起政策利率半码，会顶贴现率、担保放款融通利率和短期融通利率，拢调起0.125个百分点，对9月23号开始实施。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是紧缩的啊。假设说我们很有信心的认为，就是说，我们的物价到2024年都可以明年下降的幅度比我们所预测的来得低，2024年呢更低。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为什么还要再持续的那个紧缩下去？应该是不会。央行是按今年后半年和明年全球的经济会行较慢，而且下行的风险会起较悬，加上明年国内经济成长力会较减，则决定要继续来调政策利率，而且嘛配调起存款的准备率，来阻挡国内通货膨胀的预期心理。另外嘛，甲今年经济成长率的预测大概做3.51%。国内股市汇市22号搁一摆上杀，新台币换美金以31.47块，价盘开出了后，马上就破31.5块的大关，盘中上价是来到31.632块，失收31.6块，落尾是收伫31.616，换一美金上3年1个月来的上价。随着美国的拖累，台股嘛是开价行价，收盘是落139.89点，收伫14284.63点，成交是2085亿。消费电子的走势其实是比较弱势的，那一些大型的这个权值股呢，也是外资调节的一个对象。毕竟美国股市是大跌，所以短线呢，大型股的一个走势也比较弱。分析师表示讲，21号美国收盘已经是晚前一波的低点，但是美国股市破底，台股就要面对真大的卖压，而且 FED 的起利率的政策短时间内嘛未停，到年底利率有可能会降到4%，降利率的时间有可能伫后年。伫美国高利率的情形下，恐怕会造成资金的外流。爱票卖比较细，记者综合报道。升利息对有厝贷款也是有甲银行借钱的人来讲，压力拢会增加。有专家即马是建议民众会使考虑甲银行参详有长还钱的时间来减轻压力。教育部是表示，所有办理就学贷款也咧读册在学生，袂因为升利息增加负担。美国联准会宣布升息3码，咱个央行行低升息半码，对房贷族来讲压力也增加，尤其是第一遍买厝的人条件变悬。现在物资也都一直在上涨嘛，然后房贷在接连上涨，一定会有压力的啦。那贷款1000万，利息1.703%，用本息平均下来算，升息半码，一个月就要加纳要到600，一年就要加纳7000。或许可能跟银行讨论宽限期的一个可能，透过2到3年左右的宽限期来稍微喘息。那第二个部分来说的话是，如果它是本来20年的房贷，那可以考虑跟银行讨论变成30年的房贷，那压力的一个部分上面就会明显减轻。学者讲，若是台币的利率差距愈大，资金就可能向外口流出去。不过市场的利率可能会继续向上升，房贷族的成本可能比预期中国较大，刺激也可能会大。因为这个市场资金开始在流失了，所以说还是要特别留意房地产这个价格呢有没有出现一个反转的现象。伫咧就学贷款的部分，教育部讲，目前93%的就学贷款学生在学期间的利息由教育部全部补贴，其他7%的就学贷款学生原本需要家己负担一半或者是全额的利息，又要由教育部协助补贴，因为升息所增加的利息。因此，所有办理就学贷款的在学学生，拢袂因为这笔升息增加利息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跟向前咱同齐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疫情爆发较大，目前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6亿例，死亡人数超过653万人。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新增加42470例，目前咱台湾这阵总病例数加强已经超过613万例，日本超过2000万例，韩国超过240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的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法国。美国是9700万例，印度是4400万例，法国是3500万例。
欧洲的英国是2300万例。继续关心联合国大会总辩论第2天，美国总统拜登有发表演说，伊强调美国会维护台海和平，嘛讲美国坚持一中政策，反对任何一边改变现状。这也是拜登头一届伫联合国的大会顶头讲到台海局势。另外，咱的友邦施瓦蒂尼和北朝嘛拢有呼吁联合国爱承认台湾。We seek to uphold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We remain committed to our One China policy, which has helped prevent conflict for 4 decades. 美国总统拜登伫咧联合国大会第一遍讲到台海局势，这也是美国正罕见伫咧联台重申对台政策的立场。拜登伫最近才因为保台言论引起大家伫咧讨论，美中为了台湾的问题激烈的过招。拜登也强调，美国是袂追求冲突。We do not seek conflict. We do not seek a Cold War. We do not ask any nation to choos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r any other partner. 联合国大会总辩论第2天，伫第1天在友邦发言挺台湾了。施瓦蒂尼甲保留也希望联合国体系会当接纳台湾。We continue to appeal for Taiwan to be considered for full participation in the UN agencies. 咱总统蔡英文日是接见捷克参议院访问团。总统除了感谢捷克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也希望在威权主义不断的扩张之下，台湾跟捷克会当继续互相斗相共。在中国持续经演之后，德拉霍斯主席在此时率团来访，更展现出理念相近、国家相互扶持的坚定的友谊。True friendship is a given hand. Share Taiwan. 德拉霍斯也支持台湾参与国际民航组织。也当面向蔡英文提出拜托，希望会当开通台北到布拉格的直航班机，希望双边的游客会当比疫情进前更加多。记者综合报道。俄罗斯总统普廷第2日伊是宣布讲，会阁动员30万的后备军人投入乌克兰的战争。因讲来反对战争的人行上街头抗议，已经知影上无有1300多人因为抗议互政府抓去。甚至即马，阁有人用出国的方式要来闪过，互政府抓去做兵。即马出国的飞行机票拢伫透有关，嘛是卖甲空空，有钱嘛买无。一名查甫人举拍倒战争的标语，民众大声喊口号赞声，也毋过后1秒，查甫人随互警方带走。这款的画面毋难发生伫莫斯科。伫圣彼得堡街路，抗议人士共款一个一个互警方赶走，因口中一直喊无爱战争。俄罗斯总统普廷2日发布动员令，征调30万名后备军人登到部队，引起真侪民众反弹，示威抗议伫全国一直摊开。Самое ценное, что они могут от нас отнять, это жизнь детей. Я жизнь ребенка своего не отдам. 人权组织估计，警方至少伫38个城市逮捕1337人，这也是自2月下旬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境内上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另外有不少民众选择走出国外，因随订单程机票前往附近的亚美尼亚、塞尔维亚等地。Every normal person, I think. It's war is horrible, so it's okay to be afraid of war and of death and of such things. 有的俄国民众虽然表示这撮出国甲动员令无关系，也毋过访问到敢是会登记俄罗斯的时阵，回答说是无明确。Let's see. I can't say no, can't say yes. Let's see. 普廷扩大征兵，佮讲无少着动用核武，互原本只是观望态度的俄罗斯民众开始惊吓，毋那飞往邻国甲土耳其的机位互抢了了。另外，首都莫斯科边境的国内航班票价拢起10倍，会当看出紧张的情势当咧升悬。公司新闻站回面编译。俄罗斯总统普廷已经发布动员令，也若这场战争看起来敢若也无法度收煞。也毋过，乌克兰甲俄罗斯也是透过土耳其，也个沙烏地阿拉伯做公亲，继续咧谈判。21日时有交换人质，俄罗斯有放210个人，乌克兰有放50个人。这嘛是战争较大、人数甲规模上大的交换行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2日用视讯的方式，向重新得到自由的亚速更替枪战士表达因为国奋斗的感谢之意。Чесно дякую вам, усій команді,
всьому українському народу і людям, які приймали участь у нашому поверненні. Так, ви вже все зробили. Ви можете вже не дякувати і трішки відпочити. Ми вам вдячні. 215个耶稣跟去抢控告英雄，55个俄罗斯人、15个乌克兰人，也甲英国、美国、瑞典等10个外国籍战士，即届伫土耳其甲沙特阿拉伯斗协调，重新得到自由。其中上大关键人物就是欧东地区亲俄罗斯的商业头人维克特·梅维楚克。这个68岁的头人，伫2月24俄军入侵前几天，为防软禁的厝内逃离开乌克兰。毋过伫4月，国强掠着，防判叛国，也甲资助顿内刺客亲俄恐怖势力的罪名入狱。梅维楚克毋但是俄国总统普廷的盟友，也有真深的交情。普廷是梅维楚克上细汉查某囝的教父，伊互人逮捕伫莫斯科甲基辅，也加一届谈判。俄国当局以200外的乌克兰士兵做条件，换梅维楚克的自由。俄俄战争发生将近7个月，双方拢掠到几落百个敌军，到即卖也已经进行几落件对换，互人掠去的军人。不过，伊即届人数甲规模上大。联合国秘书长透过发言人对这件代志表达欢迎，讲这是不假大的成就。不过补充讲，要减轻乌克兰战争的苦难，也有真济工作要做。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伊朗有一个20岁科德族的查某囡仔，因为伊的头巾无戴好、无绑好，转互宗教警察掠去，落尾煞死去的事件，这是引起全国愤怒甲愤慨，加上街头抗议。因为即马抗争的规模愈来愈大，嘛引起国际上的关心。荷兰甲加拿大拢有斗战声。伫联合国的大会顶头，美国和伊朗的领袖嘛针对人权议题发表看法。上新的消息是，人权团体即马表示，民众因为抗议镇压，即马恐惊已经有超过30个人死亡。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街路继续组织抗议人潮，小头巾声援宗教警察掠人拍人了后死亡的女性艾米尼，反对占卜的独裁统治。艾米尼过身已经6天，人民的农会为伊的科德族家乡花贵宗派传到全国数十个城市，就连荷兰、阿姆斯特丹、土耳其、加拿大拢出现声援的抗争。有示威者甚至当场长头毛表达抗议。纽约联合国大楼外口也有大批示威者批评伊朗总统莱西是伤害百姓凶手，应该予起诉。会场内舞会莱西伫人权议题甲美国互相批评。And today, we stand with the brave citizens and the brave women of Iran, who right now are demonstrating to secure their basic rights.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ستانداردهای دوگانه برخی از دولت‌ها حق جوامع بومی کانادا که فرزندانشان به جای کلاس‌های مدرسه در گورهای دسته‌جمعی حیات مدرسه دفن شدند. حق تعیین سرنوشت ملت فلسطین، حق توسعه ملت‌های تحت تحریم، حق حیات ملت‌های تحت اشغال یا قربانی تروریسم. 艾米尼之死引起的抗争潮是伊朗为2019年连续继续起引起的骚乱以来上严重的一摆。专家认为，伊朗人对立场严厉的国家监视甲人权侵犯的不满已经引爆，社会行到面临真大的转变。I think the murder of Mahsa was probably the last drop that led to this overflow. It could be the beginning of a big change. It could also be, what worries us is what the authorities will do. 伊朗当局目前叙利亚阿萨德政权镇压民主运动，未来敢会对抗争人民用更加激烈的手段真受关注。总部设定挪威的伊朗人权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明确表态支持伊朗人民争取正常生活，若无难道老会镇压。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今仔日国际上也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根据外国媒体报道，叙利亚有一只船伫叙利亚外海沉去，造成船顶上无有34个移民死亡。继续关心联合国伫8月底时有公布报告，讲中国伫新疆掠维吾尔人甲穆斯林可能涉嫌人道罪。有中国的官员即马表示，新疆的人权议题准讲方提交到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中国已经做好准备，会提出反制对策。来关心，根据加拿大外交部长今仔日要发表演说，加拿大打算要加入太平洋岛国促进经济关系的纳色太平洋伙伴集团。
或者美国、澳洲、日本、纽西兰甲英国拢是成员。镜头转来咱国内来关心台南发生警察同杀害案件了后，外役加格的制度嘛引起讨论。行政院伫昨昏有通过外役加格条例修正草案，针对会当去外役加格的标准有甲缩案，亲像是台人人口买卖本刑是10年以上犯同罪的暴力犯罪，也是有多半疑虑在人拢袂使申请。为顶悬看落来景色真水，几条栋建筑物少年，这是关亚收容人的外役感。依山傍水，环境清幽，景色宜人。做登去社会的中途站，外役感介乎无遐严，暗过煞一直传出收容人脱逃。交警署统计，最近10年度49个人，目前还有1个人也未抓到。今年8月有4名的嫌犯趁转厝探视超期无转来，涉嫌犯台南台警察的案件。今晚行政院通过外役感条例修正草案，修法不破网。修正过以后呢，会有至少要服刑1/3。那如果是累犯的话呢，应该要服刑到1/2的哈。一定要在接近假释1年这样的一个期间才可以来。这个申请原本只需要服刑2个月，就会当申请外役感。未来唔拿条件变严，排除对象也为性侵、家暴、毒品这类犯罪，搁增加亲像台人人口犯犯下重大暴力犯罪，也加上轻本刑10年以上，假释当中再犯等等，也是有高多亡犯罪，拢袂使申请。但是原来转厝探视规定也是保留，不过转厝期间只要出现违规，就会刷转来原加执行，增加退场机制。是这个口变得更窄的结果，就会使得说现在其实本来外役界目前常常收容的只有两种刑期可以符合，一个就是贪污的部分，第二个就是其实就是诈骗的部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我觉得他就会失去他本来的美意。虽然政府单位积极检讨修正，长期关心监所制度的民间团体认为，不应该用罪名来汰选收容人，而且嘛应该加强转厝探视规定。校正单位甲警政机关必须互相联络，才袂出现收容人脱逃煞唔知影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新竹市长参选人高虹安以博士论文引起争议，佮因为那亲像防指控讲伊看轻中华大学夜间部的学历引起批评。即阵台北市长郭文哲是讲，这是一个恶霸强奸女性为着抵抗。夹一喙说红美讲你哪会使夹人，来安慰形容高虹安真委屈。但市长是讲郭文哲讲这款话无妥当，那伊讲唔对话嘛，已经唔是新闻啦。黄珊珊是表示，郭市长提女性来做例，有影无适当，也毋过意思差不多。有一个恶霸，一个流氓要强奸一个女生，那女生为了抵抗咬他一口。结果现在每个人都说：“你为什么咬人？”高虹安被控博士论文涉嫌抄袭，争议防卫讲，台北市长郭文哲小天，也过发现用词也变作北市选战话题。民进党陈市长讲，应该避免用性别议题来形容时事。无党籍参选人黄珊珊讲，比如无适当，也过逻辑是对的。讲这个也太。我想常常用这种性别的议题来形容时事的议题，我想政治人物应该要避免，这是一种不尊重的一个讲法。这个比喻不是很恰当了，但是它逻辑应该是对的，就是说做贼的喊抓贼，重点是谁是那个贼嘛？大家一直在去看另外一个人，那其实重点是做错事情的人是谁。高虹安捌讲，论文互引用超过4500摆，也过互网友质疑是指导教授理解的论文。高虹安出示理解的声明，证明是共同作者的声明。另外，由民间发起的中正纪念堂转型座谈会，北市参选人中只有国民党周万安无参加。周万安强调，迄天有其他行程，也毋过态度立场无改变。我态度和立场一直一样，没有改变过。我认为这件事情都不应该造成社会上的对立跟仇恨。其实市民朋友现在最关心的市政未来规划的愿景，这些都不是市民朋友现在最关心的议题。但市长讲，中正纪念堂的议题，从基本爱面对，也毋过先爱出啲共识，才好解决。黄珊珊讲，历史人物的功过，应该互因客观评价，转型正义，爱先会记的教训，才来追究责任。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关心中部的选战，台中市长的选战，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蔡其昌，即马是批评现今的台中市长罗秀燕，讲罗秀燕害捷运的拉线规个冻点。严格台中市政府即马是回应讲，这是交通部咧动，交通部一直拢唔审查综合规划，希望中央爱赶紧核定。另外，民进党即马为着要拼中部的选情，一礼拜嘛要甲党庆刷到台中去举办。到下一选是礼拜到落尾的阶段，那咧阵营拢甲重点放伫轨道建设，继续交锋。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蔡其昌22号是推出100公里捷运计划，伊先批评即马市政府捷运拉线综合计划是卡3年，强调只要伊当选，4年内拉线一定会当动工。桥仔线含台中宽线、青线一直到大溪，甲山海宽线拢会通过评估。这个捷运要综合规划3年多才送出去，高雄300多天，连1年都不到就送出综合规划。送出综合规划的时候，别人是紧追进度，勇于认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台中市政府是送出去之后不闻不问。面对这个，罗秀燕伫市议会是无啥愿意回应，但是市府表示讲，林佳龙伫执政的时阵，捷运拉线的经费是无放入去土地征收款，加上捷运的路线优化，所以有调整。但是综合规划送中央审28个月，拢还未审查，希望较紧准。那事实上，从去年110年的3月，我们提送了综合规划到交通部去之后，到现在一次的这个审查大会都还没有开，所以我们也跟交通部在诉求说，事实上如果针对相关这个台中政府都已经补件完成，应该尽速的召开审查大会。蔡其昌表示讲，已经同意参加公共集团的辩论，呼吁罗秀燕嘛来参加。罗秀燕的阵营是强调讲，已经同意参加这个辩论会。另外，民进党的党中央是挺蔡其昌，今天24号会刷去台中来办，包括总统蔡英文、副总统罗清德、行政院长苏贞昌拢会来。记者综合报道。918大地震，花莲高寮大桥放弃。中兴大学的研究团队即马用空气的相片经过处理，有画出桥放弃了后3D 的立体影像，要来协助救灾甲重建。花莲县政府是表示，因为四座桥受严重的破坏，伊希望中央会当拨灾害准备金予地方，予地方赶紧来修理。规条大桥断去，倒伫咧溪埔，更紧嘛拢看现。虽然无伫咧现场，毋过大桥受损的模样，拢会当看甲真清楚。这条桥就是伫咧918地震当中倒去的花莲高寮大桥。这次为了紧急救灾，我们拿到空拍照片之后，1个小时就把这个3D 模型做出来。3D 的影像技术以往应用伫咧大规模的灾害调查。这回918大地震的时阵，高寮大桥倒去，毋过现场要勘查实在无简单，搁再加上风险真悬。中兴大学的研究团队伫咧19摕到翕甲真清楚的空翕画面了后，用影像处理技术建立3D 的模型，呈现出大桥受损的状况甲相关的位置，搁透过网站来公开模型的资讯，成做勘查甲重建作业的资料库。一次可以看到，而且甚至于到现场的人，他本来只能够局部站在某些位置去看它。那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它是有一个全观的一个机会。根据花莲县府统计，花莲县目前总共有6条桥受损，其中除了高寮大桥倒去，轮天大桥甲玉中大桥嘛因为受损真严重，需要规个重启。另外，阁有玉兴桥、中府大桥甲万灵绿桥嘛拢需要整修，按算爱开大约30亿。县府已经报予中央要申请灾害准备金。既然要重建的它就是要符合这个河川的既有的治理计划的长度、高度。那另外桥梁的宽度也要符合这个现今这个公路设计标准啊。花莲县建设处表示，新桥的设计需要搁经过完整的工程方面的评估，施工的日期也搁真歹按算。目前敢会当请当地居民细路行，因为积极来推动重建加速，减少对交通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918大地震，毋那倒去的公共建设爱修理，花莲嘛有真侪人家厝传出灾情，敢若伫玉里尔就有17间厝倒去，即马已经无法度住人，阁有141间，虽讲损害程度较轻，毋过嘛是爱修理。虽讲县府有提供灾害补助，对5000块到5万块拢有。毋过灾民众是认为讲，即马因的厝壳害甲遮尔严重，这补贴的钱根本就无够。希望政府单位会当斗相共，
政府单位嘛讲，看敢要开放募款帮助灾民。这3层地下本泉即阵捅出来就头，井内水位也严重下降，自然本泉完全无水，花莲局里一带拢出现类似的情况。现在你看看，都差不多就见底。当地出名的地标圆泉，原本鱼池的满水肥，即马降到只剩20公分悬，池仔内鱼用尾无开。地大地动了后，地下水枯壳，互居民烦恼。现在那个地下水完全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整个都干掉了，风水会整个会改变了。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要改变到什么样子了。毋那水源变成滚丘，行地面街地面分做2边形成沟仔，壁会当明显看到沙灰，厝顶的天棚大面积落落来，修缮费用卡袂到10几万。虽然花莲县政府提供灾害补助，也毋过当地居民真无奈，讲这只是一小部分而已。这个补助是一定不够的，但是就是减轻一些负担吧。好像对百姓来说好像不太够。为什么？我觉得好像基本上好像都是家电故障的也比较多。花莲民间传出灾害，敢若伫玉里镇都有17间厝因为重大毁损未当拖，也有141间淡薄受损，也毋过并开县府补助列表，只有地面、娘条、水管等项目会当申请，补助为5000到5万不等，其中上悬救助金只含电梯等升降设备毁损。除了公部门的一个资源以外，有这么多的民间善心人士跟企业家，他能够这个回馈社会，我想对所有的这一次南区这几个乡镇受灾户啊，能够及时的受到这个照顾。县府赈灾补助有限，像电视等家电损坏，居民只会当家己吸收，只要徛家判定是几楼，也爱袂能拆除。政府即马也计划开放民间募款协助护管，毕竟居民只希望生活会当量早恢复正常。记者综合报道。中华好美有一对兄妹啊，爸母离异，因爸爸真正因为癌症过身，无法度替老爸安葬，加上厝内各方断水断电，日子过甲真艰苦。这个消息出来了后，有善心人士咧捐钱，已经募到上千万。县政府赶紧甲募款的口座关起来啊！也毋过即马说风声讲有失德的民众用议员助理的名义继续咧募款，警方已经咧调查，嘛呼吁民众钱有够啊，毋通阁捐啊！嘛唔通哄骗。网络出现假报的少妇，讲家己是议员助理，因为募款少妇有问题，爱民众捐去新的少妇。消息一日出来，互中华好美的民众无傻傻，互人偷用名的中华县议员赖清美，嘛去警局报案。当议员的也不会自己设什么账号让人家捐钱这样子，所以我今天正式来那个和美分局这边来报案，我们要把这个人抓出来。他这已经涉及了刑法诈欺罪的一个情形，那我们也会依循相关的一个线索来进行侦查。中华好美这对12岁甲10岁兄妹啊，爸母离异了后由爸爸照顾，啊，毋过厝内负责趁钱的爸爸，煞因为癌症过身，毋那丧葬费用拢无，厝内也互人断水断电。小兄妹啊，已经真侪天无法度洗身躯。消息一个公布，各界善款拢入来，县政府的捐款少户已经有1000万，所以甲少户关起来。会采信托的方式，那信托就会有监察人，会有律师，整个来做相关的一个管理。小兄妹啊，亲友也陆续赶倒来斗相共，目前水电已经有啊，互因会当维持基本生活。小兄妹啊，阿叔嘛表示，各界的善款会专款专用，也会负起照顾的责任。细汉啊，红个啊，甲拖黏黏，捌出大汉了。哎呀，我嘛无可能唔甘，绝对要人我唔甘啦。中华县社会处表示，除了将善款交付信托专款专用，嘛甲小兄妹啊纳入低收入户。若是阿叔有这个意愿做监护人，社会处表示会进一步评估，希望会当提供因上好的照顾。记者综合报道。在运动比赛当中，裁判的地位真关键嘛，真重要。也毋过，即马咱机关的下校副护裁判的裁判费计数是20档拢无调整过。亲像县市级的比赛，一工才800块尔，比基本工资也阁较少。
一场球赛，唔但爱有优秀的球员，嘛爱有专业认真的裁判。但是，伫机关学校的运动竞赛裁判，照国家支付数级表，国家级比赛裁判一天清高，县市级比赛只有800块。知名棒球裁判就话讲，安尼互人无热情继续做落去。今天我是一个国家 A 级裁判，国际棒垒球总会的裁判，但我们每一场执法的费用跟刚实习完的C级裁判基本上也是一样的。而且若拄着落雨，就连工钱拢无，无讲的比赛制服装备等等拢爱家己买，工钱少搁爱倒贴。老百姓讲，因为安尼，罕少有新人愿意来加入。22即天有立委参与做伙开记者会，指出这个费用已经20天无调整，应该参考物价指数甲基本工时调整较合理。就是各机关学校在用的数额表部分哈，可以参照本属补助裁判费的费用800到1500，那就是调整成1000到1600，就是我们就希望就是说让裁判的支给标准具有一致性。行政院临时处讲，这数级表是照早前军公教人员所加领的钱所定出来的，会参考育部来做检讨。另外，还有机关学校对于高支付的本地工作者，工钱同款嘛正低，一般个一日结无7加勤。主计总处嘛表示会做修正。记者电报李学凯台北采访报道。今仔日9月23是国际手机日，今年的主题是手机互咱团结。艺人廖晓彤的爸母拢是耳孔听无的人，伊家己是真介意音乐，所以嘛希望耳孔听无的人嘛当感受音乐，所以又推出一项计划，拍手机歌的 MV。影片内底字幕会出现变化，会对歌曲的速度有紧有慢，那歌词的字嘛有大有小。忽然之间，天昏地暗。莫文蔚抒情歌曲，突然之间，艺人廖晓彤重新拍 MV， 唔但用手语来呈现，字幕的速度大小，拢得到音乐的紧慢一个旋律做变化。会想要翕这个 MV， 是因为廖晓彤伊的爸母就听无，伊家己真爱音乐，想要了解听无的人是安怎去感受音乐，所以有这项音乐创伫咧创造听无的人音乐友善环境计划。去访谈重度听障的，而且是用手语来做沟通的聋人，然后我们去了解到说，他们怎么样去理解歌词，然后怎么样去看见从音乐里面看见节奏，或是从触觉里面去感受到节奏。希望用 MV 加手语加歌曲结合做伙，唔那是照利比亚尔。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世界会当突然间什么拢无，廖晓彤用世界突然间无去这项手语来解说加体验手语的水，同时互艺术更加挖掘音乐。另外，也甲导演一直沟通，希望翕出来画面会让个听无的人用目睭来感受音乐。我是看字幕还有手语，两个都一起看就能理解。之前我本来照歌词比得很奇怪，看到他的表达很好，想向他学，他的手语进步很多。虽然甲妈妈感情真好，不过以前廖晓彤不因为爸母拢听无，感到自卑。因为我跟妈妈比较常出门，然后我跟妈妈出门的时候，我都会不喜欢在外面打手语。甚至呢，妈妈有时候会发出一些声音，然后那时候以前就会觉得说，叫她不要发出那个声音，因为很大声，怕会影响到别人。然后我小时候也会觉得很丢脸。一直到伊开始做表演工作，学会晓释放家己的情绪了，才开始接受家己是扩大听无人的囡仔的身份。透过这边计划，伊感觉会当更加理解因爸母也个听无人的想法，以后会继续杀这项计划，翕更加多音乐影片，互听无的人来欣赏。记者综合报道。那台语是母语，不过即阵会晓讲台语的囡仔是愈来愈少。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公布的世界语言地图内底，台语是被放伫严重濒临危险的语言。即马有一阵少年爸母因有意识，家囡仔伫生活中拢讲台语，因嘛有同齐组共学团，同齐创造讲台语的环境。明仔载暗7点半，公司台语台青春咱的网节目，带乡亲咱大家来加入台语岛共学团，同齐为母语打拼。各位，这球场的囡仔当地踢球，教练嘛伫边仔专心咧指导。不过，甲其他球队无共款的所在，是伫遮训练甲沟通，拢是用台语。
甲佫有人问讲，骹球为什么会使用手，对无？因为4年前有一名家长，因为想要甲囡仔伫生活当中用台语来对话，就伫网络顶成立台语路共学团，互大人甲囡仔有伴会当做伙讲台语。无纸啊，拄开始，阮就是写台语亲子的生活过程，啊，互大家了解讲，台语家庭其实是虾米款模样。台语囡仔活动是找无的，所以阮在团员想讲，家己想办法招，想办法办。公园内底有几只碰子？这一只，过来2只。为着满足囡仔的愿望，也鼓励搁较侪父母甲囡仔讲台语。台语路共学团用要2年的时间，制作一本台语囡仔册，会当听、会当唱、搁会当耍，满足囡仔感官的需求。嘛提供有心要甲囡仔讲台语的家长，会当搁较利便，甲台语还佫有生活结合做伙。愈侪人做伙，迄个力量是搁较大。所以其实除了我家己写以外，我有鼓励其他的家长嘛拢做伙来写。经过4年，囡仔豆豆大汉了后，敢有法度继续用台语来学课本内底知识，对父母来讲是另外一个考验。虽然这条路有真侪困难要面对，不过台语路共学团已经伫各地定根生态，豆豆组织这的力量，扩大台语使用的环境，互咱的母语会当哪来哪时行。记者综合报道。早起看世界，来看身心障碍者头路恶吹。总讲若是有头路，毋是薪水低，就是无稳定。伫美国有非营利组织想要改变这款现象，因家己开一间零件生产公司，专门请目睭看无的人来遮食头路。因的客户有做飞行机的波音公司，嘛有美军，也佫有航太工程遮的。因所生产的零件品质是真好，嘛真受侮辱，互视障者会当稳定就业，嘛找到尊严甲家己的价值。生产线顶悬，听无机械师认真正康，这些确认成品完好正确，若有问题需要讨论，就甲同事合双手，看对方的手机互相沟通。这是美国西方大都市西雅图市的郊区，由非营利组织梦人电塔所经营的制作中心，每个月为波音、美国军方等长期客户生产25万个航太工程甲办公室用具零件。身心障碍期间，伫遮无轻视得到稳定的工作，自立自强。My old job, I was laid off 4 different times, and so I tried to apply for the Seattle Lighthouse for the blind, and I went through the interview process, and they hired me, and I just stayed. I never was laid off, and my vision has changed over the time where I'm not able to see as much. So I really want to stay and continue to work until I retire. This is our 70th year of machining and manufacturing aerospace products. We do that with about 80% of our direct labor being done by people who are blind. We do that through training and the equipment. 为合视障甲听障人士的需求，工厂内底有放大字体显示荧幕，方便看清楚订单规格。涂骹有导盲针，邀信号顶用通知主管协助解决问题。梦人电塔为1918年以来，都致力为视障者提供培训甲工作机会。基金波特伫因的帮助之下，完成4年学徒计划，正做第一个得到实验工顶级机械师执照的人，伫遮得到归属感。Working at the lighthouse, I was able to meet my wife here, and I was able to buy my first home. The greatest satisfaction that I get out of my job is to help others grow in this trade. If it wasn't for other people helping me grow in the trade, I wouldn't be where I'm at today. This is an opportunity for folks to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meaningful, make a good wage. We've got the full benefits. This is a real job with real pay and real expectation. 梦人电塔营运长奥哈拉讲，全美国7成的视障者拢是伫个失业状态。这组织目前伫全美国3个无共款的地点，请150名视障员工，还佫打算伫未来10年内将员工增加到9,000人。为这目标，爱加强产品开发，增加价值，将开创更较侪就业机会。公司新闻是会长朋友。澳洲塔斯马尼亚西岸一大港嘴，方发现有230只海洋柯达，而且超过一半拢已经死去啊！2当前，同一天，
共款一个港嘴一个所在，嘛有大规模的海翁伫遮靠搭，啊若当时数量佫较济，嘛有超过300只海翁死去。伫麦夸里港海岸线，差不多230只海翁掉伫咧岸边，有一寡抑佫活的，不过估计有一半以上已经死亡。当地民众斗相共，甲迄寡抑个咧喘气的海翁砍桶仔，用桶仔提水压在因的身躯顶进行救援。Today's focus will be on rescue and release operations, where we've positioned those animals that we assessed as having the best chance of survival. We position them overnight. The focus and the primary focus this morning will be on the rescue and release of those animals. Unfortunately, we do have a high mortality rate out on this particular stranding. We are conscious that some of them may re-beach themselves, and so we'll be monitoring that. 正巧合的是，伫咧进前2020年共一天，麦夸里港也发生过有要甲500只的海翁大规模掉伫咧岸边，超过380只死亡。专家讲，同款物种、同款地点、同款的日子，这拢是正奇怪而且互人担心的代志。It could be the West Coast is called a bit of a hotspot for strandings because of the way in which the topography of the underwater environment simply goes deep to shallow, or it might be a bit of a navigational hazard, or this could just be a coincidence. 这种海翁叫做领航鲸，体型较细只，是真爱社交的生物，定定是规定做伙生活，为是10几只。若是较多有上100只，甚至是上1000只做伙。因为因掉伫咧海边的原因真侪种，其中包括破边、行无路。卫星定位系统故障，也有可能是带头的海翁行唔着路。另外，军事的成立，抑个准去弄到即寡人的行为，也有可能是原因之一。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2度，上悬30度。中部的温度21度至3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是上低23度，上悬32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咱再会。